以萬計嘅市民無懼警察暴力清場，繼續留守街頭。第4日嚟呢度咯，係啊！你見到嗰個民氣咁盛嘅時候，一鼓作氣。因為催淚彈而出嚟，即係佢琴日佢個催淚彈嘅行為啦，令到我有啲憤怒咯。咁我哋都係想爭取翻我哋自己原本應有嘅真普選咁樣。亦都有人放工嚟撐。咁我覺得其實即係佔中呢件事，或者係啲學生嘅一啲抗爭、一啲公民抗命，其實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係有一個責任嘅。咁無論係返工或者讀緊書，超過10萬人走晒出嚟，人潮由金鐘席捲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、旺角，塞爆成個場。佔中三子亦都走勻各個據點，同示威者打氣。面對一個暴力嘅政府，佢就選擇用雙腳將 CY 嘅暴政宣揚開去。覺得啲警察太過分，可以行勻全香港。我要話俾人聽，嗰梁振英政府幾咁無能，幾咁無知，要隊啲警察出嚟對付我哋啲手無寸鐵嘅市民。雖然要湊住2個仔，不過尋日已經由葵興殺勻銅鑼灣、中環、尖咀、旺角啦。我希望啲人攞翻個良心出嚟，攞翻個良知出嚟，為自己做翻啲嘢。如果今次啲人再唔出嚟，我哋冇希望噶啦，香港。